動物森友會 hit 之前咧，其實有一隻 game 咧都好鬼死 hit，同埋炒到好鬼死貴。咁呢嗰個就係叫做 Ring Fit 啊。咁啊，大家如果印象咧都知道 Ring Fit 咧其實有個健身環啦。咁啊，好多理性嘅朋友仔就會覺得啊，有個健身環喎，性價比好高喎，炒到1000蚊、1400蚊、1499，我見過最高，都覺得抵啦咁樣。但係其實隻 game 咧開頭買咧只係賣緊500蚊咁上下嘅啫。OK， 咁算啦。咁咧本身佢都係有個做運動嘅功能啦，咁樣。的確咧喺疫情之下咧，其實你少咗出街或者少咗出門口咧，你係會同自己講我應該要做啲運動嘅。咁啊，所以呢一樣嘢咧又會炒到癲咗咁樣。其實係完全明白，因為你個腦會覺得你買咗就等於做咗運動，但係事實上其實我都唔知道有幾多人仲係 keep 住而家仲玩緊。所以有陣時要小心自己嘅動力會唔會俾一啲唔關事嘅滿足咗就算呢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拜拜。